緣政局仍然未明啦，繼續牽制住全球後市嘅走勢㗎。咁首先咧，滯脹風險咧，正係限制住央行嘅政策空間㗎。主要嘅經濟體嘅通脹率咧，係正係逐步上升啦。咁同時經濟增長放緩嘅跡象咧，亦都係越嚟越明顯㗎。咁美國減息預計會被延後啦，甚至係暫停㗎。而歐洲、英國同埋日本咧，就可能會轉向加息㗎。咁美債長息方面咧，通脹風險一方面係支撐住息率嘅走勢，但係經濟嘅下行壓力咧就限制住上升嘅空間。咁意味着咧長息咧將會繼續喺區間之內上落㗎。咁聯儲局喺去年底就重新啟動擴表啦，咁每月係買入大約400億美元嘅短期債券㗎。咁呢個措施係目前支持股價同埋債價嘅一大因素。咁以至到喺地緣政局不穩定嘅消息困擾之下咧，美股標指喺4月份咧仍然係創出新高㗎。油價上升啦，政府要推出補貼嘅措施去穩定經濟，但係長遠咧就會大幅增加債務負擔啦，導致到財赤係擴大。咁央行擴表嘅行動咧，實際上係將債市同埋股市嘅風險咧轉嫁去到匯率嘅風險之上㗎。咁與此同時咧，中東嘅戰爭亦都加快咗多邊主義嘅冒起啦，去美元化嘅趨勢咧係進一步增強㗎。咁一方面金磚國家係擴大人民幣嘅結算機制咧，而另一方面咧，中東嘅海灣國家咧同中國嘅石油貿易咧亦都會加快進入人民幣化㗎。咁短期之內咧，假如戰爭嘅風險係再次上升嘅話咧，咁避險情緒自然會再次上升啦。由於金融市場大部分嘅高風險交易咧都係以借入美元作為資金㗎，咁所以當市場係短期出現避險嘅時候咧，資金變相咧就會被逼由股債匯商品市場係撤出，買入美元同埋係減低槓桿交易用嘅借款，咁間接咧係令到美元做好㗎。但係呢一種因為去槓桿而買入美元嘅舉動咧，只係暫時性嘅啫。長遠嚟講咧，美元嘅石油地位減弱啦，美國債務上升啦，聯儲局持續擴表啦，美元嘅儲備地位受到質疑等等嘅因素咧，係會壓抑美匯嘅表現㗎。人民幣、澳元同埋有大宗商品背景嘅貨幣咧，係會繼續跑贏美元同埋其他主要貨幣㗎。預期人民幣同埋澳元喺明年中之前咧，係會分別升到去接近6.70對1美元啦，同埋0.75美仙㗎。